一下按呢另外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定音幕。第一個存款，賭金，賭金；第二個存折，賭金鋪，賭金鋪；第三個無折存款，冇鋪額賭金，冇鋪額賭金；第四個存款單，賭金單，賭金單；第五個戶頭，戶頭，戶頭；第六個證明聯，證明聯，證明聯。歹勢，我係賭金，啥冇帶到賭金鋪。冇相干，一下就得用冇鋪嘅賭金。寫強讓嘅單咯，係冇？我寫另外一張賭金嘅單呢？我寫好咧。請問，也係你嘅戶頭麼？係啊。你愛你5000嘅元充麼？錯。好，也係你嘅賭金證明聯。希望你教我兩隻新嘅方式。聽到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你下就得用冇鋪額嘅賭金，現在可以用無折存款。呢下是現在的意思，呢下現在可以用就得用，就得用無折存款。冇鋪額嘅賭金，冇鋪額嘅賭金。整句話聯合起來是什麼？一下就得用冇鋪額嘅賭金，一下就得用冇鋪額嘅賭金。下一句，我一下能夠一張賭金嘅單呢？要寫另外一張存款單，要寫我一下。我一下，另一張能夠一張，能夠一張存款單，賭金嘅單呢？賭金嘅單呢？這個時候，櫃檯的行員告訴民眾要寫另外一張存款單。來咯，我一下能夠一張賭金嘅單呢？我一下能夠一張賭金嘅單呢？下一句，你要賭5000元充麼？你要存入5000元，對嗎？你要存入，你要賭5000元，5000元，5000元，對嗎？充麼？充麼？整句話，你要賭5000元。充麼？你要賭5000元充麼？最尾一句，這是你嘅賭金證明聯，這是您的存款證明聯。這是你嘅，這是您的，這是你嘅賭金存款賭金證明聯，證明聯。證明聯，來整句話，這是你嘅賭金證明聯，這是你嘅賭金證明聯。以上的句型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的句型練習，一樣多聽多說才會有進步哦。